现在来到了香港非常有名的这个天际 Sky 100瞭望台，看看门票多少啊，金子？2个人198港币。今天便宜，因为它上面有一半地方关了，本来的话价格应该翻1倍。一会儿是到大概400米左右的那个楼层，俯瞰香港。之前去这种高楼上看，还是上海中心大厦。电梯上升的很快，但是人在里面没有任何感觉。100层100层，393。哇！啊，有只鹰。我一直看到它们，这边有这样的鸟可以飞。真的特别高，看这个屋顶有个游泳池，哎，正好有人在游泳，真的是一览无余啊！朋友们看，下面这个方方的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去的故宫博物馆，留点照片做个纪念。每天演出的地方都要爬这么一个高坡，这2天脚疼，赛过天天爬山。香港这边确实这个路啊全是往上看。我们又来啦，把门开着，今天。Later。对于云饼给，一眼放却月光。红泪此去浮斗楼，青年眼见为图 K。演出结束了，上山坐公交。等这次回到家之后就要停演了，因为镜子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再过半个月旗袍就要穿不进去了。这个山上的公交车真的是很少，我和镜子在这里已经等了过去了6辆车，就都没有我们要坐的。之后如果来出租车我们也得上了，虽然起步价要27块，时间就是金钱，耗不起。那就 taxi 吧，师傅啊 taxi 都没看到。我刚刚另外一个手已经挥的已经，但是那个师傅还是没有看到我。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公交车的间隔30分钟一班，怪不得等这么久。星期六7点50到11点50，30分钟一班。11路来了，来着。